后不相逢，恨不相逢，非家事。崔海棠委屈自家师兄，你是无可奈何了，让天津地界浪向去寻找，又包为他了天津的第7房姨太太。等到回转来，搿个一夜天的分堂飞来飞去，啥辰光困着？早晨的5点钟光景，刚刚困着。想啥困着一些些辰光，石上头那个锁门当，不了被人家一脚踢开。冲进来一群人，个个是殴打三处上1码路1码，为首为头个人结棍个力道大个，拿崔海棠连皮头一道晃拎起来。乃是崔海棠我老板，我搭乃不是有讲啊，谁人之托要拿2样物事，一样物事随是1个礼拜个包人，第2样物事，你到昌西行头啊，把那个箱子里个箱子个钥匙搞出来。假使是不肯的时候，没怀疑。你打孙老板一样，流浪向下去的。咁崔海棠哪能办呢？能有啥个办？只能是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懂得钥匙统统交出去。搿是发生了早晨头8点钟的事体。等到9点钟，当搿个门也不来一个人推开，所以搿些辰光崔海棠听见搿个门当的。吓个你吓个！在门口的一看嘛，哈，师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进来个人是师兄邵玉坤，这个句话拿我，你问我应该问哪关？我怎么会回来的？这个事体是早晨头9点钟的事体，现在是10点钟，随了让有公会昨日收个场花，老地方。大陆乡里2家头秘密相对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呢。陆乡姨大，老却是4年以来第一趟三用，也许是觉着自家搿个人总算活了浪会有一点用上。别这么说，这事儿可不能谢我，是胡太太帮的忙。这样吧，她喜欢看戏，你要真谢她呀，请他看戏就得了。哎呀，崔海棠几乎想听见你说你要听戏，这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请胡太太看戏的。好，胡先生，我是一直在学堂里念书，唱戏我不懂。是吗？这生活好吗？崔海棠一听就晓得，那个是客气，那是个读书人，绝非因为读书而不晓得你昌西人过啥个日脚。突然里觉着，那个一位太太，你想等我多讲2句。其实我就不好跟你讲，我真想让给他多说一些。怎么说呢？唱戏确实是很苦的。就为了这唱念作答，说出来你不相信，每天都得挨打呢。那小心点不就？不行，那是传统都这么说的，是不打不成才。怪不得有句话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啊。傻人实力不动。其实我觉得，唱到今天我才知道。一个戏子最痛苦的是，这一生都被人瞧不起。这样一觉着子，哎呀，我刚刚搿句闲话，福音当中嗓子里的自尊心在。虽然你是10行红的角儿，居然10行自卑。吴先生，你可别这么想。现在是民国了，讲究平等，唱戏这也不容易。何况还不是人人都能成角儿的，您说是吗？是的，我是13岁那年，母亲把我卖给玉珍班学艺的。卖？为什么呀？穷啊！
可是我不怨我的母亲，她当初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那现在您那么走红，您母亲可以享享福了。她没这个福气，2年前她就走了。哎呀，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那您的父亲？我的父亲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，一场大病死了。哎呀，你是让他没办事体的家，让他为利有点难过。真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问。没关系。我想请问，不知道能不能问您的名字？有啥天？名字呀，自家的名字一般性太口有而出，你啥天讲不出家？可是你不晓得，崔海棠再急，随时把人家问了一个名字，啥天？因为自家是一个名字，那是一个女人名字，听了让人人也肉麻啊。我叫玉琴。你还真个有点肉麻，女人名字啊？玉是玉石的玉，琴是古琴的琴，那是师傅给起的，以前没名。哎呀，祖娘，穷是穷得了，连得以前名字都没得。那秋海棠，这是艺名。是您喜欢秋海棠还是怎么？那也不是，那是因为邵文兄。崔海棠随提起自家鼎鼎要好的朋友尤兆文3个，自家所有学问侪是理教的，还是李有最当我讲，中国的地图像一张崔海棠的叶子。但是辣辣1948年搿个鸦片战争之后，你搿张叶子浪向来自佛佛沙沙的虫，到今朝一日千疮百孔。我没什么能耐，我是个戏子。取这个名，这是不想忘记自己的祖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想一对你束手起劲。是啊，戏子大家侪看不起，而恰恰你都看不起个戏子，心里想装这个国家。吴先生，想不到您还有这一腔热情。那热话，袁太太能知道你的名字吗？我呀，我姓罗，四壁楼，三点水，相信不相信的相，三点水非球旁加个奇奇怪怪的奇，我叫罗香怡。那可是一个好名字。你今年正是我就冲口而出。崔海棠想说啥？你今年还有几岁？不晓得你今年2个字拔出去，你就晓得过分子。但是再一想，算了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门随门吧。你今年几岁？你陆香怡的一点点风过着，但你刚到现在，你得当你一个能够谈话的朋友子。那你几岁？我23。我比你小1岁。这么说起来，我们是同龄人了。记得崔海棠嘴巴里向搿句闲话是敷衍。啥天你心里想搿笔账已经算清爽了。尤宝万54岁，乃22岁，一大乃32岁。崔海棠，乃有青头啊！乃搿个问题，乃不能再继续下去噻。果然，崔海棠搿个头啪，辣网绳边浪向拔过去，巧子。搿个墙头啊，上2位师傅在讲，搿一堵墙头浪向挂好一张尤宝万的原画的标准像。尤宝万搿个像是凶相，一身戎装，光浪头，面貌容而多的眼睛滴绿油，红眼凶相啊！狮子被扩开，白头下头一抹民国做着棒敲在两旁，拉落一面红光油，忙动起杀气腾腾。搿些辰光，搿个2张眼睛像真的人打丢老子崔海棠浪口，小子，
和我的姨太太，啊，闲话倒多了闲话呢啊！我当我姨太太，一年讲下来个闲话，加起来不就来多问呢？你懂啥个呢？就他妈的晓得我背了你！崔海棠三个真的在讲，当时之间，个心啪掉起来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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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或者跳动不停。这样又看得清清爽爽，好像看得那个心里想，也许是内心里想对有百万的刻骨追恨。别怕，他除了枪，没什么可怕。老三搿一句闲话极轻啊，但是崔海棠你听得清清爽爽。搿个女子何等聪明啊！我心跳了该大里向，已经不离看见，你已经晓得我啥个心思，感激万分，感激。你辣让安慰我，但是同时，你也拿你的心让我看见，非常感激。故而嘴巴里得出两个字：谢谢。不晓得崔海棠惊魂未定，来着，啥人？纪绍勇。纪绍勇昨日夜里向。盘手叮当，崔海棠呢？今朝再要来，再来少说70块洋钿。不晓得等到张总理起来，这个女的就规则，警察局呢带我去一道。上天，我要亲眼看见，到底搿面安方人分方人。其实用心里想是不愿意，但是指名难为，没办法奔过去。要奔到搿警察局去一道来一道，要弄他2个半钟头。等到现在围出来嘛，打开门，门工，崔海棠也来了。说来着，进去还有几花辰光，半个多钟头啊！啥能到2高头半个钟头呀？搿个里向闲话要讲几话，进去要吃字就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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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大路奔进来，奔到该到客厅门跟前，袋里向一看嘛，为何啥体？这个2高头叫正襟危坐，其实妖精打碎了自家，立正也没人还立正，你是还是立正？报告太太，赵老板安然无恙，已经回家去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什么的？关着我下去啊？否则不让你说边浪向啥样漂亮，我男人是不好了了，关着我。没办法，这个女人厉害极是，不能得罪，不能为啊。是，答应上身体阿里的要走忙正后头出来嘛，这个2步路2样，呱呱呱，啥体？让我听听看，里向啥个闲话？跟我的这个耳朵越拉越长，越拉越长，还有啥听着举步还是哈个？陆相义当然听得出那个脚步声，那记下用是啥个心思？对崔海棠看看，不能再累那着。啊，吴老板，别这么客气。老袁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何必这么客气？那个女人啊，啊！客气啥客气啊？这个客气我呢啊，晓得我肯定都别的放进去个子，别客气，我他妈的啊！那么呢，虽然让我等来，你总会出来，我来门口等我等你出来啊！到别的小别的呢，总归帮我，既然我去个我娘里老门口头等，崔海棠晓得不能再说下去，哪怕1秒钟。等等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相义当然晓得，但是对里望望崔海棠，4年以来，第一周我能够搭一个人敞开心扉，哈哈就讲2句闲话，马上就要分开，今生今世不一定碰得着的，所以并子半半生日嘛，我不留你了。也并子半半生日，再见。既然那样说呢，
你搿个再见两个字，别人听不懂，崔海棠里听懂着。引着一句唐诗，李商隐的名句，叫“身无彩凤双飞燕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崔海棠也是意味深长的为啥？再见。啪，身体立起来，而且崔海棠现在搿两步路，搿一种轻松是傻灯样的感觉。3过7岁，是再与未再之间，但是等到是门口头结束了。纪绍勇老远就看见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说吴老板呐，高兴啊！我告诉你，咱这位太太可是从来不帮人家忙的。对，你说的对。15清明的纪绍勇里居然分看出来，崔海棠是为着另外一桩事体让卡我。我说吴老板呐，这种事情要是换了别处，你少说也得花上1800。崔海棠几乎那个聪明，你晓得昨日50块你拿一笔特色，手把打到该打一摸，哎呀，说这个崔海棠是大手呀，边浪向有经纪人，所以台里向大动力你不到。我说季副官，对，其实我还要好好的谢谢你。昨天要不是你呀，今天的玉坤这条命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真要好好的谢谢你。这样吧，今天下午我有空，若是季副官你也有空的话，请到我下处来一次，咱们好好的聊聊，怎么样？纪绍勇一听，崔海棠那位谁拎得清啊？下午我真有空啊！这样吧，咱们下午好好的聊聊。门啪打开了，吴老板，请。崔海棠得知外头坐上车子，脑子里想就是2个字：再见。为啥这个再见2个字会得拉得15上？这个再见里向是啥个意思？想来想去，这个再见2个字不是永生永世不见。这个再见2个字背后头还有2个字，2个啥个字？那是一次2个字，再见一次。他就是给一位太太立即希望你当我再见一次，好像你比我还要激动。只不过你自家激动吧，是个我激动，但是我觉得啥，你比我激动。但是再见一次，崔海棠晓得这个再见一次，再见一次越贵了。再见一次，虽然没啥事体做，不过人家讲起来几乎难听。再见一次理下来会得难，崔海棠想不清，其实也是激动。崔海棠真激动，是难得，真的激动。你就决定非要再想着再见一次，那谁再见一次？为追财王，吃过中饭。崔海棠房门紧闭，你看啊，有只水，有一头门，在让一方别家的端倪里向是一些些走，一些些雨。崔海棠也是想知再三，你决定写一封信。你当然晓得，这一封信至关重要，这一封信自家到今朝2、3岁。从来分写过这个一封信，所以这封信非常重要，应该难写。你估计上去应该是6、7张纸头，应该侬自家的出身、自家的经历和你的艰辛，甚至于
尤宝贝对自家的绯闻之意这样想。再留下来，我晓得搿一个女子是把了搿个军阀骗得去的，我要安慰安慰你。那么到最后，我再发出邀请。对，听众们才晓得，写文章定定规矩、定定要求，那就是搿个结构。崔海棠随为自家搿封信的结构，里周周仔细，没得没用天的笔包，搿支笔拎起来了。不晓得搿支笔刚刚要落下去，它抬起来。上天头头里想了搿个称呼难想。假使说像罗香义前称不礼貌，那么上头搿个罗字去脱，谁想香义两个字？谁想两个字相似啊？不妥当。哦，不里想出来只女士，女士，啥的女士是对有妇之夫的尊称，对女士对。不晓得搿支笔刚刚要落下去，也重新抬起来。为啥？因为搿个女士两个字，别人看见侪蛮靠的，但是唯有搿个罗香义个女子，你看不得搿个两个字。啥的？你看见搿个两个字，你马上就会得想着自家的经历，自家婚姻的经历，心里不开心啊！看见两个字，心里想不开心，留下来那个封信，你写着再能哈，你不要看着。哎呀，就这个崔海棠到搿个辰光，你觉着搿个称呼难哦。哎呀，搿封信称呼难了。还要动计划脑筋，要想足足半个钟头。想到最后呢，崔海棠决定称呼跳脱李福祥。啥么子？称呼福祥是搿个信更加没礼貌呢。但是崔海棠，你也晓得，搿个就是用心良苦的人话。你随时要让你录像觉着奇怪，让你看，让你想到最后，你就能够从搿个空白里向想出两个字。搿个两个字，一个是礼，一个是信，礼与信。所以天下世界第一封诚心不下谈谈的信，那可是崔海棠从丽水浪向出去的封信。我非出娘胎，家你上到12岁，为不知迷牛香。母亲总是随弟弟，因为他谁狗儿郎一死也算，为了后家也没能辜负人将男儿咱女儿转。50几里风分调，只强呼啸，到未来你若娘亲如泪汪。那一日风息交加，
姐，不是崔海棠一看没，不是那个不是让人写新闻呢，那个是让人写崔海棠传闻呢。不知道你这样写是这个6000张纸头难管呢。其实崔海棠你定心，你今朝第一封信，你真写。我当你讲18世纪有一个法国青年，一封情书，哎呀写几乎要写160万字的了。后来搿个女朋友分家不离，另外家个男人养子5个小囡，搿封情书刚刚看得一半，你搭里比比，你太会有了呢。但是虽然侬觉着我第一趟到楼乡去写信，写得实际上，别人家一定会得觉着你搿个男人意志疙瘩。不，今朝搿个第一封信，我应该哪能写？今朝搿个第一封信，我就应该写得短而精，对，实际上才能写出自家的才情。想到该大个信，喊下来，断断往边浪向躺一会，短而精，别当。此非金钩在后阳，困厄之中女红妆，真谁生云心为结，心为结。妹妹姐，你想你碰着这个女子，你觉着不胜容颜，那你就要讲出这个不胜容颜的理由来啊！你就要讲你过去的生活是哪样单调，哪样苦涩。哦，所以到这个辰光你想出来着，原来你这一封信，你要想写得短而精，你绝不能写自家，你写到自家身上，你写不回去。对，应该写对方，写对故事，可是别当看下来，头往边浪向躺一会，写对故。背离太匆忙，思中梦，该见你的好心上，想你为这来信冰清哟，一呀一尘色不海霜。加水海棠四桥下到半海双搿个3个字，沙上头的面孔胖白白哦，啥体的生气个字，真生气！我个心喊我来头往边上打一回，啥体家？啥体呢？我讲觉得比我的难3个人，搿几句我哒出来，原来搿几句句子是别人家小包浪向捧我崔海棠，捧我搿种句子，几乎侬的庸俗。我哪会得用搿种句子去当的是很高贵的一位女性？哎呀，那到搿个辰光，崔海棠方是晓得自家随手有罪。原来你要写搿封信短而精，对好容易啊！不晓得故此几乎辰光啊，崔海棠。个字笔，后在去意爱思量，门楼相约，你这心内放。相逢日总亦能悲君
生死所几分章，懊悔从容恨如江。不日当归一见人去，谁指望君才死月在西，西派佳音芳不绝，匆匆过别是秋海荡。小妹子，哈子，是最后的哈子，想是在俺几户辰光，总是下人公事。最后当自家晓得，这封信哦，搿分量也几乎送来分下过搿种信，搿封信简单的不能再简单，实际的不能再实际在。所以最后当写好字之后，你搿个手啊，往这个封信的下头拍，辣浪抄上来，你辣浪点。还是点分量，那是点分量。你是点质量，你张破搿封信是年月是黑，叫有气无味。一个钟头之后，楼上已经上一只板锅，打开来一口门，里向有一瓶香水，一打酒头。哎呀！定眼睛，还有一封信。想伊拿搿封信拍，拿到手里，滴一滴，青日花。哎呀，搿封信哪是俺亲家？崔海棠一本正经个心体忘记他报干，不过这一项做不至于啊。他身中其事真为长，你世间在你们，想伊自家亲小写出来，明明里向有心气的，所以打打心心，拿个信封揭开了，新鲜吹出来辰光，这门上淡淡间一股香味。等到新鲜一开门，咦，小心呀，那称号在500个讲。但是只不过1-2秒钟的辰光，想伊脑子里向已经晓得，他篱笆咫尺是故里张。哎呀，细心，连的一个称号都想得这样最大。傻下不过30句，女居之中幸福无恙。我踏入与他在下间，只怕一中一人最渣渣，是我于是欲知话，岂能明白心病啊？
封信的意思蛮清爽，让我见面。哎呀，我现在啥个身份？不管哪个，不管我再恨，我总是有办法的人。只剩一颗我心之下，她是女儿情丈夫严家，谁思量都是一就女家哇，想带个郎门吧。心往台上一抱，但是奇怪，叮咚一个跌倒，搿封信重新又拿到手里。想一下，有办法，有办法害得你家破人亡，有办法毁脱了你一生。崔海棠，崔海棠只不过是一个朋友，而因为崔海棠出现，我可能不至于闷杀了该打。我哪怕抽一口气，还是喊个想得此处，心已决。哪怕谁路雨有呀，相聚定呀，为一为。脑袋水里，那是了让1个钟头之后，崔海棠就接到陆香怡的封微信，崔海棠激动啊，眼睛眨开来，崔海棠一面朗朗看，搿张面孔一朗朗笑。那么，不是你要讲出来，你搿个看了搿个信浪向写点啥？你讲呢？你实际上你讲呢？听众们，对不起，我要明着再讲。